BTC 牛市已經死亡，2026年最低區間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這個 channel 是關於美股可研學的。如果你有興趣呢，可以訂閱。那如果你想知道 update 的美股資訊呢，可以訂閱我的 Patreon。那我的新書《美股 Crystal 通信》2026年已經出版了，如果你想拿到那張 Patreon 呢就可以了。那今天是2025年11月18號。那相信呢，大家今天呢都有看到幣市了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就是 BTC 呢已經一度見8萬多元了。雖然呢上星期呢已經在 Patreon 呢發文說幣市牛市已經死亡，那麼估計明年呢最低區間多少錢呢？那就是估計明年2026年呢最低會回到25,239元。那這個價格呢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呢？我就是用暫時最高的12,600美元去計算的。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歷史。2014年呢，比特幣從1000美元呢跌到200多元。那2018年呢，比特幣從2萬美元呢跌到大概3200美元。那2022年呢，比特幣呢就從69000多元呢回到16000美元。那2026年呢，以最高126199美元計算呢，再乘以20%得出來的結果呢，就是 BTC 在2026年呢最低價會回到25,239元。